我要当人间的菩萨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愿意成为众生的力量。因为兄弟姐妹需要我们去带领他哦。好，那这个就不讲了。然后呢，代祖师，来让各位浅浅看一下哦。来，我们讲的64代祖。前东方18代就在东方，所以从伏羲圣地，我们伏羲一化开天嘛，对不对？就第一个圣地，然后一直传到这边18代，最后是孟子圣人，再来转到西方，因为有时运的转变，从本来在东土，那先转到西方去，就是西印度那边，我们的释迦世尊第19代祖就是摩诃迦叶尊者，西天的第1代，一直到第46代、47代，就我们的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就属于西天的28代。然后有一句话讲说，达摩西来一至五，就是达摩祖师再从西方带到东方，西土带到东土，所以又称为东土的初代。再来后东方18代，因为刚有前嘛，现在是后第18代，我们的达摩出祖把道传给神光祖师，就东土的第2代，一直到64代祖，我们的张天然祖师、苏慧明祖师就是东土的18代。师尊师母统领天命，就是东土的18代。到这边64代。来到这边八卦总共几卦？64卦。64卦在这边就是怎样圆满的，所以在印证我们之前讲的七佛治世、三佛怎样收圆，到这边就要做一个圆满的结束了。现在不修不办，以后有没有机会就很难讲了。所以要不要把握现在可以修办到的机会？要不要？真的要哦好。这个就不讲哈，弥勒真经里面有讲到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谁？弥勒。所以现在是弥勒祖师应运掌天盘，白羊出祖，白羊出祖就我们路中祖师，就我们弥勒古佛的化身，还有我们白羊二祖，这样就是我们师尊师母。现在就是我们白羊应运，就是3位仙佛，弥勒祖师，我们的师尊师母应运来传这个道哈。好，这个就不讲。最后结论跟大家共勉哈，佛法师尊慈悲啦，我们一起讲，一起念，预备起。只要有你们，世界上永远都有温暖；只要有你们，就能够散播爱、散播热、散播光芒。所以你不只是蜡烛，你也是光芒，你也是太阳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把我们的爱，我们慈悲的爱给散播出去，带领我们。